等了欧洲白相子十几日天，再千几个人，谁是板板身子？再想吃个么子，焖肉面，早上7:06，冯玉鸡蛋子，今朝赶得来吃油豆汤面。哎呀，来来，你哪来大家？等你来吃面哇！你那现在我又带来吃面家？不晓得还中南农人啊？你吃啥？好点点。还是来请他？各位吃500一个点。焖肉面，红山大和尚，再来份姜丝。我不得吃平面，面稍微多点。来三样来的，作为一个绳子。你看呢，跟我中华不给他呀？真的呀？不是，你等他长牙子来，稍微是不可以。来来，那个鉴定呢？你吃这两个鉴定嘛，再吃肉吃面的哇？你再点一只鉴定嘛，费眼睛哇？菜高预算的哇？还是你吃的面还要算预算啦？你当我印菜片的？你这个要夸多少？我这样来夸我。昆蒙的家想大一块肉。我当时你想了我来。想不想？你有个再动地。今朝不是去你吃面的？如果同一起来被人家开面店开单外国去嘛，肯定发财哇！谁是人家来再发海了还是？啊，来了，年轻人。哎，我他这个。我有点去看孙子，阿公有点吃。大女要带伊的2分去看狗里来。应该你来看我，不是我去看你。